新書就好輕嘅啫，不過裏邊係一個一生嘅承諾，代表着你願意同對方喺往後日子裏邊，無論環境順逆啦、貧賤富貴啦，或者身體咩情況之下咧，都愛對方同埋尊重對方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陳星豪願意你鍾曉嵐為我合法妻子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鍾曉嵐願意你陳星豪為我合法丈夫。兩個人同行嘅時候咧，可以彼此嘅扶持。佢特別提到呢，一個人跌倒嘅時候咧，有同伴可以扶起嚟。同伴就叫做 companion 嚇，即係唔係咧係自己行，係兩個一齊行，係結伴同行。你哋係天路行。聖經話咧，兩個人如果唔同心就唔能夠同行。嗱，同行好似好簡單，其實就係有好大嘅學問嘅，因為同行咧係兩個一齊行，要留心對方嘅腳步啦、節奏啦、佢嘅方向啦，喺崎嶇不平嘅道路上面要特別小心，睇下對方會唔會棘親，要有耐性。當同伴咧行得攰啦，甚至乎咧唔覺意跌倒嘅時候咧，我哋作為同伴者就要扶起佢，睇下佢有冇跌親啦，睇下攰唔攰啦，需唔需要唞下啦嚇？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關係。